我要来劝劝先生太太，你不能天天地沉迷打牌，因为打牌会劳命伤财，影响社会整个形态。先生打牌，品德败坏；太太打牌，失去情爱。沉迷打牌，实在不该，倾家荡产，何故来哉？嘿嘿，你不要打牌，不然会深受其害。我要来劝劝先生太太，你不能天天地沉迷打牌，因为打牌会劳命伤财，影响社会整个形态。先生打牌，品德败坏；太太打牌，失去情爱。沉迷打牌，实在不该，倾家荡产，何故来哉？嘿嘿，你不要打牌，不然会深受其害。先生打牌，品德败坏；太太打牌，失去情爱。沉迷打牌，实在不该，倾家荡产，何故来哉？嘿嘿，你不要打牌，不然会深受其害。